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5，诗篇148篇13节安尼讲：仁者的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崇。伊的荣光盘过天甲地。三甲来祈祷，你的荣光盘过天甲地的天平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源、至大、至尊、至圣的全能上帝。你是永存、永在、永活、永无改变、永远伫地会疼痛天父。主啊！宇宙一切万物，拢是你所创造。日月星辰，拢是你所排列。春夏秋冬，拢是你所定着。主啊！愿通活伫你全能的创造中，领受你一切的丰盛。愿要感谢你无煞，主啊！愿一切受造拢着称赞你，因为阮的受造是遐尼的奇妙伟大。主啊！今若有愧视的，拢着称颂你的名，因为只有你的名堪得受尊崇。你的荣光盘过天甲地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